我設計嘅係一個迷宮遊戲，呢個係遊戲嘅首頁。當我用鼠標移到去呢啲按鈕嘅上面，佢哋會喐㗎。首先我哋點擊 What's ESG 呢個掣，入面有好多介紹乜嘢係 ESG 嘅內容。遊戲開始之前，玩家可以先閱讀有關 ESG 嘅介紹。介紹嘅內容同埋圖片係用 AI 生成嘅。呢幾幅圖就係我用 Copilot AI 生成㗎，咁清楚易明，連我哋呢啲小學生都清楚睇得明啊！我哋一路睇就會學到好多關於 ESG 嘅內容。學完乜嘢係 ESG， 係時候睇下我哋呢個遊戲點樣玩啦。遊戲開始後，玩家可以用方向鍵控制角色。如果喺迷宮入面掂到表示良好 ESG 態度方塊，可以有10分。如果掂到一啲唔好嘅話，就要扣10分㗎喇。呢度可以清楚睇到邊啲係加分嘅方塊，邊啲係減分嘅方塊。每次掂到黑線嘅話，都會被扣1分㗎。如果你攞到100分或者以上，就會贏。遊戲開始啦！遊戲進行期間，左上角會顯示玩家嘅分數。當你攞到分或者被扣分嘅時候，方塊會隨機滑動去到唔同嘅地方。玩家就要繼續分辨邊個係好嘅方塊，邊個係唔好嘅方塊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相信玩家都會學到好多 ESG 嘅知識。遊戲呢係唔會 game over 㗎，因為我相信無論玩家又好，企業又好，堅持 ESG 信念嘅話，最後一定會贏㗎。